我既然老拜天都有800之高啊，给你母子就安心地为人来带下来呀。老爷，夫人，我没伢嘞，你西南方已经屋了，咁有人地带呀？自己未有人记错啊。哦，安尼好，按照本我嘅老太心求，佢母子安吉呀。多谢太伯，你来处理发有嘅事，还来拜托太伯，你来让我帮忙啊！都系这家人咯，强说无妨啊。上过他的感冒，至今还这个扑球失踪啊！哦，老太心求，请放心，等一下我会系埋个家人前去让伊帮忙，能处理我嘅后事啊。多谢太伯，一个太恩太德，我母子永生难忘啊！何用以此讲来？也下也为唔系讲花蔬菜，来，请你内中认真来讲。晓得。家外就向我嘅家人带入到先去安顿好，再来料理我拜天嘅后事啊！这就麻烦你咯。阿婆，你带入嘅庄夫人，老佢李公子到西南方已经流落去吧？哦，晓得，请。老爷，你老记想讲，根本素不相识，为嘛该爱弄假成真，所留家母子在家中呢？夫人，你看，也种拍子了后，再讲呢，我听见母子所讲的原因，所以我就几经能了解了。讲起也个李乾阳，佢听到我嘅喜命，想我向我来照顾佢嘅妻小，所以佢就会用此下策。也罢了，人讲死者为太，处人为快乐之本，人就莫计较咯。老爷讲得也有理，看他母子有梦想反应，而你家中甚至无欠一堆碗，也是一爽快的。唉，老爷，你为嘛该要来叹气呢？唉，难道老爷你后悔收留他们母子了吗？夫人呐、我虽然地来离呀càng hè lôi lo khó gà hồ đu à
生啊，难盼落离啊。给看你那有啊子，真不啊体呀，天仙他女，雌雄啊一呀。老爷，你是不是又出去想仔细的事情了？哈，看见母子情深，互相的扶持，吕公子人才一表，地属他理，我是若有安尼来的，我死也无憾嘛。老爷，我大伯劝你爱偷偏方，你就是不肯。那是你再偷一盖，一天你为了让你添点呐。夫人，你莫再讲安尼话咯。虽然我老诶，不过你还中年呐，那是天唔会切到安尼刘家。难道夫人，你敢会做唔得为我生育？那是命中无嘞！哈，我该切刘家。我那个土卡道后车也是无路用啊！老爷，老爷，眼看老爷，妾身的你唯一心愿，就是妾身能得为你供出一男半女，以后能得传宗接代，以后子孙满堂，享受天伦之乐，无奈夫妻到老。至今就唯有怀疑，到底那个问题出在哪里？难道是妾身我身上就不能生育吗？总得，我不能目中见见。
婆。来嘞来嘞！夫人，现在出来有乜嘅事情呢？你家母子可有安顿好事呀？夫人啊，请你放心，已经安顿好势了。嘅方才，今日老爷叫交代哦，天公日要派人啊，多采襄阳，安排佢哋公司父亲嘅后事啊。哦，安样就好。你过来，你俩下，伊人嘅请媳婆过来呀。哦，好，你马上就来哦。希望我安样嘅几天，老爷佢唔会来怪我呀。杀啦！哎呦，哎呦，阿福诶，还慢掉啦，石破啊，行唔起咧。哎呦，佢安樣捱啊，真係來同胞，阿兒失掉落來哦，哦。經過夫人，阿婆，石破在那邊。來嚟。哎呦，參見夫人哈。唔是道理，這片草啊。哎呦，謝夫人哦。哎呦，咁唔知夫人啊，啊喺外來有乜嘅吩咐啊？石破，上邊兒也地，我老也結婚多年，到今就冇有成行。我想去拜託你，讓我自己好好上街，為我老爺傳宗接代呀。原來係咁嘅事情啊！哎呦，夫人啊，你呀真是看風太亮哦！你啊，自從咩冇人講，有人願意讓人公家老公啊！夫人啊，你竟然我老人愛啊，老佢拖世家，世間實在很得意哦！石婆啊，你就冇恥笑我呀！為到了家嘅雄言，就算老爺拖再多嘅後車，又有乜嘅關係？這件事情就會拜託石婆你了。哦，加油，夫人啊！咁你有乜條件哦？你講嚟聽下咧。那真嘅愛條件，我老爺終於地數得嚟嘅什麼誒？哦，你啊哦，小可就較困難啲哦。哎呀，地數太嚟嘅啊，除非就係國家嘅千金啊，咁哪有人千金小姐咁樣本人做錢咯？這石婆，我哋安樣嘅條件是才有過，只不過一般鄉村唔知，老爺根本看無雙眼，拖進來也無乜嘅路用。石婆，拜託你，那是一件事情，難得他神，無論你愛幾多，祝你開口。哎呦，你啊，就沒錢嘅問題呀。石婆，我所有嘅希望就不用在你的身上了。對，兩片小可嘅意思，
先不你拿去吃点心。啱啊！那些些婆，你能在青岛安用嘅什么诶？我一天会匆匆答谢你。啱啊！哎呦，好啦，今年啊，夫人也就爱用拜托我咧，我会尽量来请。谢婆一年的人系帮忙，我就奉行了。哎呦，夫人啊，唔是按客气啦，咁样嘢望下就成来赚咯。阿婆，菜送谢婆回去吧。晓得。哎呦，看呀，很重诶，唔得有几多？哇，很多啦！小婆，你来看，这蛮开始哦，夫人就不你按多钱呢。那证明你要件事情啊做成功啊，相信系夫人，给家里行啊多本事哦。哎呦，呀夫人啊，终于是在喊太房哦。好啦，为到了钱啊，唔错唔错唔错，为到啊，我本日嘅夫人什么啊，我今天要来请着亲家嘅姐妹，来本日嘅老爷做偏房。这就拜托你喽。想不到天有不测的风云，人有叹息可苦。本是千金小姐，父亲在朝未干，我始终不是小李，那地平地内起风后。父亲所讲万人偷走，因此你才见我。你明来用晚送下大天光的酒无效，因前用亲我。父亲，你受不了老庄之苦来吗？我不容易将了事情的世俗带回，只是在身上也无钱为父亲安葬，以及父亲的棺木暂并在没事，我愿意一条手菜。不为卖身，卖身重复，卖身重复啊！
年哦，实在为难我呀。嘛该哦，我寻个地书读字个屋子啊，跟我乡下个蔬菜啊，我那边寻安样个人啊，好得咯，我个经常个朋友啊，写信个喊我来啊，我就来经常，顺便来寻看下咧。无听错啊，要帮我寻到哦。卖身重复啊！哎呦，奇怪咧，让我来经常的蔬菜啊，也有人按快过啊，有人卖神哦。哟，看两位什么耶？面熟哦，到底啊？唔知哪解千金哦？哎呦，姑娘啊，哟。嘿你，哎呦，灰姑娘，真见係你啊！媳妇，让我来到两位呢？哎呦，我呀來放油啦，啊那你咧？